近来包牛病得奇怪呀，那待牛不说病，不说好的，以前小孩子们放在一起，也不怕什么。如今你可老太太，依我看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我是趁早既保佑成了亲，也将一面的将来，看是什么活嘞？舍不得从一从西，病也就好了。只是那里姑娘啊？既然你们都是保养的好，那我的旨意也就定了。都听见了，可不准转出去。要是再惹一个事，当心弹到你们的两条腿。万一唱出什么祸来，这倒难了。难倒是不难，我想出一个主意，这是不知姑妈肯不肯，你只管讲嘞。依我看，这件事只有一个调包的法子。调包，当时推后给的杂子。
看是什